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2公司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天气小山热火，花莲岛起升到41度4，北部各地头普遍37度以上，预估到后礼拜逐天落热热。延期本土23000外例，86例死亡。另外，台湾出现头一个带病入境的 BA.2.75的变种，目前社区无风险。况且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要来台湾访问，佩洛西唔愿讨论家己的行程，不过强调讲对台湾的支持真重要。天气实在是有够热，今日咧西瓜无几分钟就规身躯冻干。因为今日全台湾的天气拢是小山热火，花莲的岛起升到41度4，玉里41度，台北的板桥39度3，连内乌毛38度7，一个地头拢有到37度以上。气象局就预告到后礼拜进前，大家拢会是这款热翕翕的天气，出外都要注意莫着晒。今次去卫民园看到热心民众将跋倒受伤的技术插到边仔，单求护清员做简单的空气处理。嘉义市这2天中昼气温拢升悬到35度以上，消防局已经前后协助2个好亲像是因为一项害自动落倒的技术就医。民众在忠孝路靠近快意生活村的附近，那因为天气太热，导致自撞安全岛。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坐在安全岛上面。在中暑之前，常常会有热衰竭的症状，还有这个口干舌燥、那个恶心、想吐、头痛、头晕。它的这个温度通常是37到40度。根据卫福部统计，7月7日到7月1日已经接到444件次热伤害通报，已经超过去年7月规5月的413件次。因为天气真是真热，为气象局资料研判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各地依然是好天到1分，下晡4点30分。高温的排行以花莲岛起41.4度上悬，第2是玉里41度，新北板桥39.3度，台北市瑞湖有38.7度，其他地区大部分拢超过37度以上。黑色曲线代表这是高压照在台湾上空，所以台湾的热不容易跑开，台湾就相对是比较热的情形。气象局预测，拜六至3到下礼拜日太平洋高压势力依然偏强，除了新竹市以外，11县市高温已达到36到38度，尤其台北市下礼拜日体感高温有到42到43度，民众出外一定唔通去晒到日头，加补充水分，细致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热，家家户户冷气是拢吹无休的。国内用电量已经是连续3天破4000万千瓦。今日下昼要晚2点的时阵，用电量已经达到4074.8万千瓦，是有史以来上济一天。台电就预告，后礼拜一用电量可能会继续破纪录。日头真美，天气湿个热。花莲岛起气温升到41.4度，创今年高温的新纪录。花莲玉里镇观测到41度，也拍破12高温纪录，过花莲亲像顶落同款。这2天花莲真的很热，带他们来吃冰。22台湾全岛拢高温，用电量也对了欠悬，为20开始连续3天用电量超过4000万千瓦，用到过后尖峰负责用电有到4074.8万千瓦，拍破史上用电量纪录。气温欠悬，用电量可能会继续创新高，预测下礼拜二尖峰负责用电可能有4100万千瓦。其他的用电多了大概60-70万，这个空调的用电会增加很多。我们预期在下礼拜一有可能会接近4100万千瓦。经济部能源局也公布2022电力供需报告，有估到2018年用电需求年均成长2.3%，尖峰负责年均成长率差不多2.5%。到2028年，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大概都还有在10%以上，有能力来处理这一些紧急或是一些突发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情况。能源局表示，高用电期情形之下，未来大商投资半导体扩厂、甲电动车发展这因素，未来用电增加情势不变。强调未来电力预测甲规划拢会以夜尖峰为考虑，强化多元再生能源开发，搁一个扩大都连建地。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今日咱国内是增加23813例本土，阁有86个人染病过身，其中是包含一个4岁囡仔，确诊了后出现急性的脑炎，发病5天就过身。
另外，咱国内是出现头一个带病入境的病例，去染到 Omicron 变种 BA.2.75，加在伊是无进入咱的社区，目前无风险。国内整体新冠疫情有咧降低，疫情指挥中心表示，20日增加23813例本土病例，280例境外移入，加86例死亡。死亡个案当中有一名只有4岁囡仔仔，染疫了后出现急性脑炎，未发病到死亡只有短5天。佮出现第一例着3股染疫的死亡个案，伊是一个40多岁男性，已经做过3剂疫苗。是在7月17号的时候带到急诊去检查哦。那在急诊这边有怀疑是脑膜炎，在住院过程中也有突发癫痫的重症以及神经性的休克。那这一位的是在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就是在家中有这个昏迷的情形哈，那有紧急call了救护人员119来了之后，有发现就是说他的体温有高达44度。新冠病毒一直变异，边境也验出第一例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75境外移入病例，是一个为印度入境的30多岁男性，到底呢一个亲人加一个朋友是感染 BA.4。是说，可能在印度这边，他们是有多病毒的同时在流行哦，所以来源不同的时候，就可能虽然说同行的一家亲友哦，都有可能还是感染到不同的病毒株。另外，不少确诊者好了后有长新冠的病尾，其中常常看到的脑部症状有真忝、头壳痛、思考甲睡眠能力受影响等。其实，在急性确诊后，或者是长新冠的病人，超过46% 的病人，他会有疲倦的感觉，甚至可以持续到几个礼拜到几个月。脑部其实不是新冠肺炎全属的症状，也可能是真侪脑部相关疾病早期症状之一。民众若是有思考反应较慢，注意力无集中、记忆减退、讲话沟通能力下降，这症状都要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入境咱国内检疫期犹原是3天的居家检疫加4天的自主防疫。后壁迄4天若是有必要要出门，快筛验落是阴性就会当出去。即阵都有侪民众咧关心讲，当时会当改做0+7，就是7天验快筛阴性了后会当出门。即阵指挥官王必胜今日是回应讲，因为国际疫情搁再升起哩，所以无法度按算讲当时会当放定做0+7。厦门航空登机报道柜台是摆架登陆路，差不多拢是商务客，第3+4放定做0+7，未少人认为免遐尼着急。还是不要吧。松绑的话，你一进来就有病毒，那不是对更危险？有7天，我觉得3+4其实已经蛮不错的了。纽西兰侨胞是认为台湾应该甲世界各国记者建议检疫隔离日数放定做0+7。应该要放宽，因为像我先生他就想要回来，我儿子，但是因为这里要3+4，其实在我们纽西兰已经全部都开放了。指挥官王必胜到桃园国际机场视察，对放定0+7，伊讲暂时无时间表。这个日本、韩国他们的确诊数现在都还在上升中，都还没有到达高点现在很难去估计它的这个时程表。有业者指出，国境全面解封进程应该比照日本、欧洲国家，出国进程爱买路边险才发签证。不过，国内保险业者因为防疫保单了钱真多，路边险附加的海外突发疾病险已经全面停卖。未来海外确诊破病，真侪医疗费用恐惊家己开钱。如果真的没有保险公司愿意做，你就开放境外保单。我是认为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保单，没有一个好的保单，你今天你政府开放出国旅游，那些风险真的非常的大。予旅客完整保障的路边险，业者建议金管会、交通部甲指挥中心应该赶紧规划。另外，针对放定检团令，王必胜表示也无时间表，暂时先针对每礼拜已经开放入境人数4万，是不是已经透过优化扩充检疫量能，可能进一步个放定入境人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艺人林志颖驶电动车特斯拉载囡仔，伫咧桃园的中正北路去弄到分界岛，加在路边的工人是赶紧甲因爸仔囝对车来救出来，因为过无到1分钟，就规只车烧起来啊！目前林志颖面的伤势是较严重，阁有骨头大的骨头断去。中间医疗团队是当咧评估要安怎动手术。林志颖的小弟是表示，这2-3天会是观察的重点。
白色特斯拉骑伫分界岛倒火烧起来，车头拢是火，开车人骑伫车内等待救援。爆炸声一直爆，火势也大了，然后只好硬拉出来，可能不到5秒钟，火势就蔓延到驾驶室。第二早起10点外，林志英车内载囡仔经过通市路道，伫中正北路驶完了后，就要上中正桥，电动车就偏正平去往分界岛。员警对驾驶实施呼气酒测浓度测试，其酒测值为0。雄雄公神才去弄掉，也是电动车失去控制，车祸原因警方也过来调查。不过被警方救出来时阵，真侪所在受伤，送医治疗，家属第一时间也赶往病院。他目前的伤势是相对的稳定，我想接下来的2-3天会是比较大的一个重点。只是这台车车头小个撑卡，原来因为火势控制啊，伊佫烧起来。消防队至少转水转4点钟，也是无度甲火拍熄。原来电动车导火，要甲这个火拍熄，也是真麻烦的代志。车底下有一排的这个锂电池，起火以后它会释出氧气，所以它不需要外界的氧气来助燃，温度会很高，会一直延烧。火歹拍熄的原因，伫个锂电池，除了爱一直转水，台南消防局摇尾白火炭仔来救灾，沿降低温度，减少烟雾的产生。随着电动车愈来愈普遍，相关的火警安怎来处理，也将做一大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当陆军的战车咧整备的时阵，因为炮台稳定系统过样去撼着2个士兵，结果一个士兵全入窑，当场是失去性命现象。抢救10点钟状况也是真歹。家属虽然是真唔甘，也是决定陪讲互伊行去。家属即阵望讲会当赶紧查出真相，嘛要求要检讨做兵的制度。救护车将当上士兵全入窑送回南投信义的厝，医护人员一度尽可能维持伊的生命现象。伫厝已经未少亲友伫等伊。进行过10点钟的抢救，不过24岁全入窑也是无转好，家属忍痛决定陪讲。意外发生伫118点，陆军备军团增加56处理，咧执行 CM11战车整备作业，因为炮塔稳定系统无正常，地势炮身无正常运动，车内士兵全入窑，互炮尾环边啊配挡帮弄掉，家属要求赶紧查明真相。我们一时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也想知道当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本署将迅速依法调查相关事证，以厘清事故发生之原因。另于今日上午接获报验后，已嘱托南投地检署待验。除了家属要求检讨给付业制度，民众检方也成立专案小组调查相关事情厘清原因。陆军司令部也表示会追究相关维持人员责任，全面实施调查检讨，相关委施人员将依勿枉勿纵、绝不护短的原则核予释惩。陆军表示，除了会失礼甲哀悼以外，也会遵照总统指示调查事故原因。对目前住院当中的姓蒋的士官，也会予伊上好的医疗照顾。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份敢会来访问台湾呢？佩洛西暂时强调讲，为着国家的安全，伊袂去讨论家己的行程。不过，嘛有强调讲，对台湾的支持非常重要。另外，驻美的代表萧美琴参加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的会议，呼吁讲要赶紧卖武器给台湾。有议员就表示讲，美国应该提供台湾一切资源甲武器。I don't ever discuss my travel plans. It's a security issue. 记者回答出国访问的计划，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向媒体公布8月份要来台湾访问。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军方认为这嘛不是好时机。中国更开始强烈抗议，无来度用军事行动。面对威胁，佩洛西是强调挺台湾的立场。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how support for Taiwan. Maybe the military was afraid our plane would get shot dow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y the Chinese. I don't know exactly. I didn't see it. I didn't hear it. 佩洛西指出，无人提起到台湾独立，这要由台湾决定。最近中国一直质疑美国的一种政策。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是再一次声明，并无改变。We don't have, as you know,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or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but we have a robust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台海局势紧张，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20邀请驻美代表萧美琴召开研讨会议，催促加紧对台军售，尽一切努力，袂当阁行乌克兰的错误。
We need to arm Taiwan right now. I signed off on foreign military sales 3 years ago that have yet to be delivered. So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se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steadfast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这原来是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2年外以来，头一遍伫国会参加公开活动。真侪议员表达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强调支持台湾是一件正确的代志，也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今日公布2022防卫白皮书，其中有写到中国的势力扩大威胁到国际安全。另外，跟咱台湾有关系内容嘛，加真多。不过，这份白皮书却是去互中国丢卡顿地，认为讲拢是咧作恶，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本防卫省22公布2022年防卫白皮书，除了新增加分析俄乌战争上头前的导言先提起台湾，分析中国可能侵犯台湾的过程，甲台湾的防御战略，重新声明台湾是日本重要友伴甲珍贵的朋友。整体白皮书对台湾的讲法比2021年加一倍。また台湾をめぐっては中国はその統一に武力行使も辞さない考えを示しており。地域の緊張が高まりつつあります。岸政府表示，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力量，造成地区国际安全忧虑。日本会甲美国友好国家持续关心台湾的局势。中国国防部甲外交部拢提出抗议，认为抹黑国防政策，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这都显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并且密切关注台湾海峡的安全情势。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学者认为，这显示日本的国防政策延续前首相安倍主张，对台湾已经转为战略清楚，未来会加强日台安保合作。安倍的一致就是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它是更能明确把它作为一个白皮书的一个陈述那这样呢，显而易见的这个台日关系呢是将更加紧密。前防卫大臣自民党元老就破幕27要带议员团来访，虽然未影响目前原定政府政策，不过就破幕过去，互人当作是亲中派。即摆由伊带团来访问，但文家分析这显示自民党内部已经整合共识，抗中保台路线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台南站顶礼拜去咱太平洋的友邦帛琉要做机密任务，风声讲是要甲美国、和日本做伙演习。不过明明就是机密任务，咱台南站的行踪却是去互中国的准信网公布出来。有学者就分析讲，其实中国唔知影行踪是放假消息，想要使人惊吓。不过，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讲，船舰顶悬可能有中国的电子产品，才会去互中国的卫星追踪到。海巡署台南站顶礼拜秘密到太平洋友邦帛琉进行机密的任务，团署甲美国、日本船舰进行联合演训，行动真保密。因过中国准信网其实原正来公布台南站的动向，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国制造假信息，改造台南站的航行路线。中共的卫星，还有就是它海军的一些海洋监视系统，包括飞机跟船舰，它是可以比较有高的机会可以去追踪其他国家的船舰。海巡的备忘录现在其实早已签署那当然签署之后，双方透过海巡的船舰在周边的海域这个严加的譬如说这个避免中国透过海上民兵这些灰色行动那对相关海域进行不法的这个捕鱼或这个主权上面的侵犯。由各个执法单位专家执行保密的任务，会甲 AIS 自动识别系统关起来。所指分讲，中国也可能利用卫星船舰进行军事的侦查，追踪咱方的船舰。中国央视报道，共军第81团军某路组织最近伫沙坡进行各项的操演，方解头是为台海建设做准备。加上中国讲台海毋是国际水域，法国国防部长强调，法国会用军事行动来确保航行的自由。Pour la partie militaire, il est clair que nous devons de garanti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ur la liberté de circulation et de navigation. 为了反制共军的威胁，国军25展开为期5天的汉光38号演习，各型船舰的展开大规模海空的联合作战，实施新制9条的后备部队，会头一摆到立汉光演习，严正正式的阶段，团化的组织加城镇的守备这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了后 ，Trump 选输，大定 Trump 的支持者是冲入国会山庄这代志。
众议院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昨个举办电视听证会，有几位证人是讲，迄当阵 Trump 的幕僚甲亲人，拢有请 Trump 出面阻止暴动，不过 Trump 却是选择激点点。所以调查委员会认为讲，这寡证据已经有够通可用欺骗国会定数、欺骗美国人民等等的罪名来甲 Trump 起诉。This election is now over. Congress has certified the results. I don't want to say the election's over. I just want to say Congress has certified the results without saying the election's over, okay? But Congress is certified. Now Congress is Yeah. 调查1月7日国会山庄动乱的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第2日暗时黄金时段头一遍对外公开暴动计讲，川普录制公开谈话过程。一直生气，否认选举结果，佮甲伊的查某囝伊凡卡争论的影片。真侪证人的证词佮指出，动乱失控了后，川普身边的幕僚佮家属拢捌请川普出来阻止，暗过川普却选择无作为。3点钟佮7分钟的暴动过程，2点半钟的时间，川普就敢若踮伫北京的个人餐厅，一直伫看福斯新闻的暴动直播。Why were we alarmed? Right.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lea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the Capitol. I think that was enough grounds for us to be alarmed. 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汤普森讲，川普无插正案反对，开一条无法无天腐败道路，必须要追究责任，要一直查到川普的办公室。If there's no accountability for January 6th, for every part of this scheme, I fear that we will not overcome the ongoing threat to our democracy. 若是一直对外讲2024伊要搁选的川普，是以第7法庭，也就是非正规司法程序这个讲法，形容这个调查行动伊的目的，就是要分散大众对民主党政府灾难政绩的注意力。调查委员会是认为，可能已经有够的证据，以妨碍国会程序、密谋欺骗美国人民、偷改证书这类罪起诉川普。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原来看印度消息。印度新任的总统已经选出来啊，是一位东部部落的女性政治家穆尔姆，是历史上头一位原住民总统。虽然讲印度的行政权力拢落伫咧总理的手头，不过也是侪部落的民众拢欢喜家伫路边跳舞。在总理穆迪的手中，寄过祝福的回溯。穿白色衫裤的穆尔姆就是印度准备上任的新总统。印度这礼拜举办总统的选举，由执政党提名来自部落的女性政治家穆尔姆，伫咧过半数国会甲国邦议员支持顺利来当选，正是史上头一位原住民出身的总统。64岁穆尔姆在东部奥里萨邦的原民部落出世，本来工作是教师，多年来真关心部落的权利，后来行入政坛，8岁过地方的政府首长。伊当选消息传出了后，未少部落民众行上街路来跳舞庆祝。आज इतना खुश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आज हमारे एक आदिवासी महिला को लेके आज इतना बड़ा हमको मोदी जी ने उपहार दिए हैं और ओडिशा वासी को एक गर्वमय कर दिए हैं。印度总统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行政权主要掌握在总理甲内阁手中。不过在重要时刻，总统可能发挥关键的影响力。像国会若是无政党过半时，总统会使决定由倒一个政党筹组联合政府。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穆尔姆的当选对着改变印度政治的制度甲少数族群无多变新的形象有帮助。印度总统任期是5年，穆尔姆会在2月就职，接替现任的总统柯文德。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墨西哥的女性是去互查甫看足无，平均逐工都有10个女性因为去互暴力对待来死亡。顶一日，还有一个负责人去互放火活烧死。这件事件引起妇女团体就街抗议，若是要为着罹难者来讨公道，嘛毋望女性会当变个生活伫咧惊吓当中。相片内底老长头毛的佩迪拉献出灿烂的笑容。住伫墨西哥西南部哈里斯科州的伊，顶礼拜六互3个查甫一个查某带去公园破酒精点火，3天后因为规身躯9成面积受伤，不幸离开世间，才35岁。然后一个11岁得到自闭症的后生，礼拜是亲友甲妇女团体伫伊的丧礼办和平婚照，毋望墨西哥的妇女莫阁生活伫暴力惊吓当中。
Luis Raquel fue atacada y asesinada el día sábado. El ataque fue el día sábado. Ella murió el día lunes, a pesar de que ella denunció en múltiples ocasiones al gobierno de Jalisco que había recibido agresiones, amenazas, acoso e incluso un ataque con cloro. 佩里拉较早是家暴受害者，目前做教护工作，甲伊后生相依为命。伊定定保卫自身的权益，捌伫社群媒体讲厝边仔音乐放真大声，影响到后生的健康。5月只讲一个查甫厝边仔伫大楼壁顶黑白话，威胁要甲烧死。伊也捌写文章讲，生活伫即种惊吓日子，毋知爱阁忍受偌久。警方其实原来有提供甲保护的做法，无想到也是发生即种危险的代志。Vamos a dar con los responsables y van a acabar tras las rejas por este brutal crimen. En eso es un compromiso del gobierno de Jalisco, es un compromiso de la fiscalía. 墨西哥性别暴力真济，官方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10个妇女无命。佩迪拉死亡再一次凸显问题的严重性。妇女团体规定行上街路，谴责当局拢无作为，希望早一日终结女性所面临的暴力对待。捌威胁杀害佩迪拉的查甫厝边仔，目前已经被逮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转来看国内选举的消息，台北市长的3位参选人，这阵是伫咧防疫的议题对决。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甲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是因为当初是 BNT 进口的议题咧对呛。也若是黄珊珊是算讲，台北市的防疫拢是靠自主应变较济。也若是新北迄边，现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受公布节目的时阵是讲，若是无要连任才会宣布。这句话，就互认为讲是要拼连任的意思。针对这件代志，伊的对手林佳龙的竞选办公室是回应讲，要换人做新北才有法度反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投入选战了后，连日拜票行程，在26场地方议员主办的见面会，有近在地连结，陆战火力全开，是毋是有希望依照阿扁的模式，第三家队的局面选赢，真受各界注意。采取阿中模式了哈，我们努力的哈。你们两个，他先问33。努力啊，把阿中做好事情，做对事情。另外一边，国民党台北市参选人蒋万安带万仔囝媳妇幼典黄珊珊伫岁时阵，也鼓励蒋万安生第三胎，趁机会宣传台北市政府的育幼津贴政策。两个人罕见的共台，有爱心无相骂，讲防持续自集伫防疫。蒋万安批评陈时中讲无当 BNT 是公开讲白贼。当时为了强打疫苗，民众跌倒画面，大家都印象深刻。所以政治人物其实是要对人民诚信。而不是像陈时中部长一直说谎。去年发生事情的时候，今年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台北市的状况，我们就讲嘛，我们自主应变比较多。新北部分市长侯友宜无表明是毋是参选，毋过像公布节目的时阵讲无连任才会宣布，互人解读是继续拼连任。侯友宜也伫面册大相片，写讲改变的勇气。毋过林佳龙竞选办公室认为，该改变的是换人做市长。新北只有升格没有升级，市长的确需要被改变，换人做做看，新北才有办法大翻新。我每天努力的做事，所以我还会继续的来承担，继续的为新北市努力做事。侯友宜也强调，离选举也还有真长的一段时间，会扮演好市长的角色，把握目前好好做代志上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上北看线来看新竹，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是亲身落南替沈慧虹造势。也若是民众党的参选人高虹安张较真，伊用视讯参加广播节目的时阵，讲林志坚的论文争议真有可能会影响到新竹的选情。林志坚是强调伊的论文清清白白，国民党的无应该为着拍选战改抹黑。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就回应讲，只要有信量，就免惊抹黑。先届民进党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亲身南下出席棒球的开幕战，合体蔡其昌、林志坚加沈慧虹。年底9合1大选一直瓦军，新竹国民党、民进党加民众党三家都。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利益用情较紧，伊改用视讯的方式上广播节目。伊讲林志坚的声势好歹，真有可能影响新竹的选情，会影响接班人沈慧虹。
毕竟因为他是林智坚直接指定的接班人嘛，比如说林智坚只要越好，林智坚越厉害，他推荐出来的这一个候选人，当然大家对他的这个认可程度就会越高。对着论文的争议，早起林智坚受访时先是吐大气，煞来强调论文拢是老师指导下来完成的，这个事实是真清楚。国民党不应该用抹黑甲造谣的方式来负面选举。我也想要请教张善政先生哦，一边说要君子之争，那么一边又让党内的同志不断的在这个抹黑造谣。然后打这样一个负面选举，随着时间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台面，这是好事情。它能够确立它诚信的基础，就没有什么抹黑不抹黑的顾虑。对着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提出地区管理局公文指控无授权，林智坚也强硬来回击，讲若是偷摕也是涉弊这证据，欢迎来告。若是无，团队也收集相关的资料，未来采取法律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署推出30万份1000块的动资健身馆，不过因为受到有风险限制，生理去受到影响的健身业者斗相共。今日健身馆的抽头结果已经出来啊，得奖的比率大约是8.1%，是会当一路用到8月底。特殊竞争之下，两位当俄国手轮流抽彩球，总共产生16位数的乱数。高队这内底抽出30万个着签的民众。这届动资健身馆希望协助进前受参这禁令影响的健身业者。在这一波的一个最后加码，或者是说1000块钱的一个刺激之下，我相信其实这是一个动机，会让大家回流。有业者表示，目前会员回流大约是正常的70%，因真乐观看待。体育署嘛表示，这届总共有366万6000多人参加抽签，着签率大约是8.1%，30万份1000块，民众通自7月2号使用到8月底，嘛通分次使用，卖使甲进前的动资馆2.0加发的200块做费用。到目前呢，已经使用了4亿7。那么预估呢，大概到8月底应该会超过5亿多元哈。那实际上呢，那么交易的金额是有7亿6，所以整体的经济效是算还可以哈。体育署表示，进前因为本土疫情滚价，真侪健身业者受创严重，才会拨3亿纾困金。伫这波动资管，希望协助业者恢复正常。记者陈彦波后凯台北采访报道。高雄国际旅店今日起过，不过大家去洗的时阵都爱看好斟酌，因为有一寡业者推出的优惠方案是无法度甲国旅的补助同齐使用的。另外，国旅的补助即马是有发生消费纠纷，有人客指控讲，因甲偏黑的一间民宿订房的时阵，讲要用国旅的补助，业者煞都要甲因起价。小琉球沙坡4个拢是游客休热期间，真侪人用悠游国旅补助方案出佚佗。高雄市国际旅店也对日日开始连续4天伫高雄展览馆来举办，上侪人来问的也是过来旅游。如果你有6个人可以跟团。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单位减少，剩300多单参展。不过，多数业者也是看好这摆国内旅游补助商机，推出无同的国内深度旅游套组来吸引人客。不过，民众发现无一定每一间拢有适用补助，也有民众住入迄间才发现，必须先爱订到资料，申请国内旅游补助，增加袂少等待时间。问了好几间下来，就是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已经有折扣了，所以这变成不能双重折扣的意思，变成还要很多就是不能直接领到，还有很多手续，然后就变成这样，就好像有点琐碎。观光局统计，悠游国旅实施以来，短短1礼拜，团体旅游已经申请2000团，观光旅游业收12万人次来入园，个人的休大补助已经申请16万间。不过也陆续出现乱象，有民众订偏黑民宿，伫讲要用补助了后，直接放加200块，也有人发现相关的房型，订房网站的介绍较俗。观光局讲，业者唔通因为补助就起价，那早前熟悉会终止这个合作。业者也提醒，订房网站有当时也限制真多，那想要退也无一定专业来退费，建议民众会使多多比较这个路店。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染到新冠肺炎的有超过340万人。台湾神经学学会就是表示讲，平均5个确诊者都有1个有病危。意思是统计讲，有1成患者复原了后，会有失神、无法度专心的现象。这里都是欧气啊，对。
双脚拢有车祸受伤流落来的乌青，受伤者2个月进前确诊新冠肺炎，落尾出现脑部的镜头，因为安尼骑车无度专心，弄到大卡车出车祸。就整个空白之后撞上去。就司机告诉我，跟我说，我车子已经停好好的，你怎么会撞上我？落尾受伤者看医生，知影家己有脑部这个新冠病变。虽然即摆已经改善真济，不过要是3不5时会发生。医师表示，脑部的镜头治疗期可能需要6个月至9个月。病人可能会来抱怨他的理解力、还有专注力，甚至工作效率变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连接他有新冠确诊过的事实。如果在大概1个月以后，甚至超过3个月以上的时间，我们就会说，也许你是一个长新冠造成的脑雾。台湾神经学学会22开记者会说明，因治疗脑部的经验甲方法。医师表示，脑部镜头有时会互病患误会是食药了后的副作用，也可能误会是确诊了后心情无好，就是甲擦。医师统计，大概有1成确诊康复者有疑似脑部的状况，目前会使透过药物配合日常食食来改善，或者是一些抗氧化剂。最近很多研究在证实褪黑激素有一些抗神经发炎的效果。这或者是 Q10 等等，这些都会有一些临床上帮助的价值。医师分析，治疗脑部甲治疗失智症有真侪相像的所在，包括培养运动习惯、充足的睡眠、参与社交活动等等，对治疗脑部拢有帮助。医师嘛讲，未来治疗脑部的方法会对新冠确诊人数慢慢增加。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云林的木果柑甲往来即阵长得大，不过天气遮热，煞是去甲因伤着，农民想尽办法要来夹击。不过，若是讲到台东县的西瓜，煞是天气愈热大了愈好。不过，因为运输成本伤过悬，大半商拢唔收，有农民已经种2万外粒的西瓜，若是无紧卖掉，对烂去，赶紧甲继续压落来。天气热，食西瓜真清凉。台东县关山镇的溪埔，有农民种2万外粒西瓜，因为生长期无雨水，生甲真好，每粒西瓜拢10多公斤重，空甜接够济。啊，毋过原本要卖到台北，大半认为到台东运输成本伤过悬，该收其他县市的西瓜，造成关山镇的西瓜卖不出去。世界拜托请人来买西瓜。那个瓜农很辛苦啊，我觉得他的瓜好吃。农民也烦恼，9分的西瓜拄着关分，10天内卖不出去，就会烂去。要求发出一粒只卖300块，最少补贴一丝啊赔了成本。我即马就看人迄落啊，有我家己自产自销啊，无变啦。天气热，水果真是歹照顾，9分的惊烂去，要是结果会惊拍伤。云林县高溪木果柑的结果，果农无用喷一种白色的粉，为木果柑来食一头。啊，这有毒的，安尼咱先甲伊防晒甲看呢。高粉也造成往来小波交混影响收成，果农都想着为往来地无啊，或者是铺一层乌网啊，互往来发较好咧。咱人工也无够的时阵吼，安尼会足麻烦的，所以咱真系该用这款乌网啊。天气一直热，不只是人挡袂牢，对农作物的影响也真大。已经结果的爱防止拍甲烂去，要伫个田内底种的农业改良场也提醒农民爱细致白虫害。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是水蜜桃的产季，不过今年新竹减少的水蜜桃，煞是因为雨水的关系，产量剩一半，农民只好甲价销价好悬，不过煞是造成销无路。乡公所即马是5万民众会当甲农民斗3工渡过难关。地下内底全拢是歹去的水蜜桃，农民生活来实在真艰苦。今日来果子园嘛是烂甲规涂骹，连树仔顶的果子嘛出现白痕。不是只有裂果，后面如果是落果的话，后面这个地的话也掉下来的话也不能出。新竹县尖石乡水蜜桃3、4月受小连续雨水影响，产量剩去年一半，大约300公吨。农民为了顾米本，只好提悬价销，结果颠倒卖袂出去。即马希望大家做伙来斗3工。就是水伤啊、雨伤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影响非常的大。除了公所之外，那就是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机关啦、团体啦，我们都会发讯息给他们，能够来自行采购啦。目前乡公所已经成立平台，希望会使甲农民斗销水蜜桃，而且强调民众买到的水蜜桃对采收送到厝，平均袂超过3工，请民众安心采买。
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曾文水库边的大埔乡是嘉义县第2宽的大乡，不过人口是无到1000个人。伫咧遮有一群少年家利用水库合法抾的水流茶要做 violin， 这群民众想要甲社区打造亲像意大利这款 violin 的故乡。有肉香飞过，有鱼仔游过，风景美丽的曾文水库，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佚佗。这是嘉义县第2大行政区大埔乡，土地广阔，不过实际上住伫遮的人口数无到1000人。过去伫科学园区做工程师的吴以豪，为着要扭紧城乡的差距，10年前决定回乡发展，开始参与社区的事务了后，伊发现遮的看落无效的大水茶，若准用来做小提琴，无定着会当互故乡有无共款的面貌。欧洲伊的传统，伊就是用婚纱，伊用迄个枫木，用饭啊，伊来去做琴。问题，咱伫遮咱会使使用真侪材料，凡是咱会使做着国外无的物件。吼，啊，这就是社区现主时的一个资源，我嘛是为这方面来去做试验。运用在地资源，发展做地方的特色产业。这几年来，大埔和平社区结合在地青年甲外口专业的师资，开提琴班、组乐团，互老人甲囡仔有一个会当学习、休困甲有人陪伴的所在。这少年的吼。拢会含老话讲话，我讲咦，咱老啊哦，人还要搁含咱讲话，赞。健全的社区经济甲照护的功能，互慢慢西面山区的乡镇开始产生变化，嘛是愈来愈侪外地少年人选择迁徙搬来遮。因为这边之后预计要有一个提琴的大的展示馆，如果有机会去接触的话，就可以学习到更多关于展览。社区内底老人甲少年人。无论是为倒位来，因共同串联艺术人文、创新教育、强化陪伴功能，希望透过小提琴，互青年共建好生活，演奏出迷人的乐章。记者吴定武、吴文良嘉义报道。1930年代新剧，会当讲是台湾日治时期现代剧的起头。内容对歌戏、歌舞剧、日本演歌、武侠剧拢有，多元丰富。伫咧台南成立20档的家西电舞特剧场，收集10多档的资料，以南台湾新剧的作家林清文甲老艺人真实访谈做创作的素材，要推上舞台剧，呈现战后歌舞团的艺界人生。伫台顶唱报道歌王文系男性的苦恋，秀琴歌剧团编导陈美雪老师，这回做法官搬新剧《娜娜哭》的审判，10多年无见的爱人仔，这阵竟然伫咧法庭相拄。但是请你来相信我是被人所害。演歌戏就是拢比较会重视古典，会红仔架骹步手路。但是演这新剧，我甲这物件全部拢放掉，包括我咧讲口碑，我爱做生活化，爱做自然的。台湾日治时期都开始发展现代剧，风号做是新剧。毋但剧种五花杂色，对歌戏、布袋戏、歌舞剧拢有，内容佫较是包山包海，有日本演歌、西洋罗曼史、武侠剧，是电影电视要袂出来时，众人的休闲娱乐。台南家西店舞蹈剧团的少年导演陈慧文，以南台湾新剧作家林清文甲老艺人的真实访谈做创作的素材，收集10多年资料，希望舞台剧呈现战后歌舞团的艺界人生。全台湾可能有500几间戏院，逐工拢有戏咧演。我感觉迄个时代真正足趣味的，调添丁啊、乌叶面啊，这个物件拢是阮咧读迄个现代戏剧的时阵啊，拢较少听到的物件呢。担任这届艺界总监甲编舞的陈慧文妈妈，伊也甲过去做囡仔看过歌舞团像艺霞甲乌鸟的经验，夹伫咧这届作品，伊也讲真欢喜看到查某囝的用心。伊甲迄古早遐个情况情境吼，拢演出来，互即摆人看。我感觉嘛是足有意义的，我嘛真感动呢。对日本时期戏院的起落，到艺界人士铺铺陈陈的人生故事，家西店剧场希望用创新的手法，向台湾剧场的黄金年代表达上大的敬意。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
集集特生中心去年2月也放一只成年的石虎应告，经过年外研究团队说是伫咧这个月初6收到死亡信号，最终证实是去互狗仔咬死。野放了后宣告失败。其实对2019年开始，已经有10外件石虎去互狗仔咬死记录。互人发现的石虎已经无气啊，毋过若阁挂发报器，伊就是特生中心去年2月野放的成年石虎应告。去年1月，应告因为伫南投中寮侵扰家条，被人掠着，后来伫去年2月野放。毋过今年7月初6，研究人员发现应告的发报器真久拢无震动，后来证实应告已经去互狗仔咬死。勇哥是一只超过4公斤以上的成年石虎，而且它非常的壮，推测它并不会因为一只狗就有办法致死，所以我们会推测其实是狗群可能围攻，让它没有办法顺利的逃脱。林耀秀表示，应告是互当地民众饲的狗仔咬断去，饲主甲已经断开的应告直接甲抬起来。特生中心表示，应告先前身体状况良好，活动的范围真宽，食食也正常。毋过野放区域内狗仔活动真接，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为2019年有统计以来，已经有10外件石虎去互狗仔攻击死亡的记录。他如果遇到一些他可以去追捕的猎物的话，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掠食者捕食猎物的这种掠食关系。可是偏偏这个掠食关系是人类带来的流浪猫犬。学者表示，浅山地区的狗仔活动范围真宽，地域性强，属有强势掠食者。毋过目前民众定饲狗仔，也有就地野放的政策拢无管理，对野放的野生动物甲咱人拢造成威胁。建议相关政策应该要调整，才当减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美真出名的帝王斑蝶，当年秋天咧迁徙时阵是自然界上壮观的场面。伫咧帝王斑蝶即马煞是因为像人去互炒了了，佮有砂糖这甲气候暖化影响，其已经去互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入濒危的物种。有正水的感觉色甲乌色相插的身，这种北美有名的帝王斑蝶是上新互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作特别断绝的物种。帝王斑蝶是已经知影迁徙昆虫内底迁徙范围上宽的一种。当年秋天，帝王斑蝶会为美国东部甲加拿大番石地飞4000公里到墨西哥甲加州，规定刻伫个树仔顶过冬。大规模迁徙过程，甲规个森林染做正水的色，是自然界真壮观的场面之一。毋过，即马即种的景象恐惊会消失。根据科学家的估计，1990年代帝王斑蝶数量达到几百万只，毋过即马快速减少85%以上。原因包括生态地甲因爱食的泥草去互砂糖剂毁掉，气候变迁致使野火甲极端气温，互因伤早迁徙。Given the threats, well, it's really unsurprising that populations are declining and declining as fast as they are, and we need to do things now to protect monarchs and keep them from falling further. 研究者表示，咱人会当帮助重建帝王斑蝶的生态环境，像讲种泥草等。毋过嘛，烦恼蝴蝶甲昆虫的数量逐年减少2%，帝王斑蝶的危机可能代表一个趋势。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指出，目前拢总有41000多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危机。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世界出名的水底摄影师吴永新，甲绿色和平合作办摄影展。希望互大家对相片当中会当看到大海美丽，佮有人类的碧海，呼吁大家做伙关心海洋保护的议题。一尾色水真水的英哥鱼，详细甲看会看到伊身躯互塑胶锁仔填条咧。这是水底摄影师吴永新的作品，透过镜头，互大家看到大海的美丽甲人类的碧海。我的专业就是摄影，那我利用摄影呢，让大家知道大海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大海这么漂亮，那你要不要保护它？吴永新已经创水味10冬啊，到今伊的水底摄影作品已经得到超过170座国际奖项的肯定。毋过，讲到一开始做这项代志，吴永新表示，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那因为一趟出门就都1-2个月，然后我老婆就怀疑说我是不是在外面有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我为了要证明我真的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买了人生第一台照相机，开始人生第一次拍照。吴永新这摆甲绿色和平合作，
透过展览来互台湾社会做伙关心海洋保护的议题。透过这样的一个摄影展，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其实只要来到摄影展的现场，就可以看到其实水下的丰富的生态。吴永新嘛特别委托特色和平送一百相片予行政院，希望行政院赶紧通过海洋保护法的草案。伊希望有一天，伊会使真骄傲，甲外国朋友讲，大家会使来台湾畅水味，因为台湾的海洋真清气、真水。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比利时19岁查囡仔扎拉塞夫，家己使飞行机环游世界，是有史以来上届少年旅程的纪录。伊去年底捌飞来台湾，降落伫咧松山机场。今日16岁小弟麦克嘛对这节卡波挑战上新的纪录。今日下晡已经飞到松山机场来啊，佮摕欢迎来台湾的牌啊，甲大家拍招呼。家己开山鱼超轻型机来到台湾松山机场，慢慢降落了后定位。16岁比利时查甫囡仔麦克拉塞夫顺利对菲律宾飞到台湾，伊提出欢迎来台湾的牌仔，甲台湾的朋友拍招呼。麦克对3月开始对布加利亚来出发，家己开轻型机，想要踅地球一轮。麦克到台湾时，看到民航局的官员，也协助的航空公司人员是笑眯眯。伊除了换穿松山机场送伊的顶衫，并且甲阿姊的人形的牌仔来翕相，也双手比赞。另外，伊因为临时申请过境中国航权，遭到拒绝，有时踅到菲律宾，才飞到台湾。今天下午大约快2点的时候落地在松山机场嘛。那落地之后，我们这边有请那个清消的人员来做航空器飞机的消毒。其实我们都是有照这个我们官方的标准来做这些机场的规划嘛。麦克阿姊查拉今年初才拄写下家己开着飞行机踅全球上少年的旅程记录，又发现台湾的地理位置较方便，加上阿姊进前飞到台湾时，对台湾留下好的印象，所以讲决定带阿姊的卡波来台湾，有计23继续飞往韩国，完成全球飞行的梦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8度，中部地区27度到36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5度。外岛地区26度到34度。做伙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